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漢嘅 YouTube 頻道。咁我係 Andy。咁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下咧我身旁咧呢個來自英國嘅品牌啊 Exposure， 一隻咧係 half size， 即係半格機身，一個幾compact 嘅一個嘅合拼機啊。咁佢嘅型號咧叫做 XM5 啊。咁呢個 XM5咧都幾有特色嘅，即係俾大家咧係一個回歸去即係初衷去聽音樂嘅一個嘅比較好嘅介紹啦。咁佢咧就係原裝喺英國人手裝嵌啦，呢個係其中一個賣點啦。因為而家市場上咧英國嘅產品咧都係有得選擇，但係要講到咧係即係以一個相宜嘅價位，仍然係 keep 到係喺英國做咧，其實真係比較少嘅。咁咧佢咧就係每邊啦，講翻去輸出啦嚇，每邊咧就係會有60瓦嘅喺8鵪裏邊嚇。咁而佢入邊咧亦都有一隻咧大型嘅環牛啦。咁呢隻環形牛咧係去到200火嘅輸出嘅嚇。咁即係話咧佢耗電咧有200火嘅耗電，而實際能夠推動去喇叭嗰度咧係有60瓦每邊。咁基本上咧推一般嘅書架喇叭啊，或者係一啲細型啲、高效率啲嘅坐地喇叭咧，其實都冇問題嘅。咁佢係全鋁合金嘅機身嘅結構啦。咁有遙控啦。咁講講佢入邊嘅功能先，佢功能咧都幾強大喎，都幾多喎。咁首先嚟講咧，佢輸入嚟講咧就會有3組嘅 AV 輸入啦。咁其中一組咧就係基本嘅 AV 輸入啦。咁另外嗰2組咧有一組咧就係封路輸入嚟嘅，即係話咧呢部機咧係入邊咧係內置咗有唱放，係 MM 嘅唱放。咁如果譬如話一般嘅用家，如果譬如話入門嘅簡單啲，可能我哋裝個 MM 頭咧，其實佢已經係可以玩到黑膠唱盤㗎啦。咁咧佢都另外咧有一組咧係 AV 輸入咧，咁嗰組 AV 輸入咧就係 bypass 咗個 volume 嘅，咁咧就直接咧係用你個 AVM 咧係控制佢，經佢咧嚟推你手頭上駁住咗嗰對喇叭嘅。咁數碼輸入方面咧，佢都幾豐富嘅。咁咧佢就係有2組嘅銅軸啦，同埋2組嘅光纖輸入啦。咁而呢2組嘅銅軸同埋2組嘅光纖嘅輸入咧，都係 support 到咧係24192嘅 kHz 嘅規格嘅。咁佢咧亦都係有一組咧 USB 嘅輸入啦。咁呢組嘅 USB 輸入咧係可以係支援到咧 DSD 64嘅。咁呢部機啦，我哋都係有係駁到一啲嘅書架喇叭啊，或者係小坐地喇叭啊。咁配合翻出嚟咧，個成個感覺咧，其實佢個聲音個質素咧都係好有音樂感啦。咁同埋都係個聲音個平衡度都好高嘅。咁如果大家咧係想揾一啲英國嘅器材啦，咁又係容易入手啲，咁價位相宜啲咧，其實呢部Exposure 嘅 XM5 咧嘅合拼機咧，其實都係好好嘅選擇嚟嘅。咁大家咧亦都睇到我身旁呢一隻咧係 Exposure 嘅 XM-CD 啦。咁呢部 XM-CD 咧係一個頂揭式嘅設計嚟嘅。咁咧其實如果呢部 XM5 同埋呢部 XM-CD 咧，大家咁樣夾住咧，其實係一個好完美嘅配搭嚟嘅嚇。咁聲音當然一定係好夾聲啦嚇。咁XM-CD 一樣係全鋁合金嘅機身啦。咁亦都係有個大型嘅環形牛喺裏邊啦。咁佢去到24 bit 嘅解碼嘅。咁呢2部 XM 系列嘅機種咧，其實一齊咁去配搭咧，就去使用咧就非常之完美嘅嚇。咁咧就今個月咧，我哋咧 XM5 啦，或者係 XM-CD 咧，都分別咧係會做一個特賣嘅。咁咧就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咧可以上嚟試聽啦，同埋睇睇，同時俾個靚價錢你啦。如果一齊買嘅話咧，更加有一個bundle嘅特價俾大家添。咁所以咧，今個月嘅推介咧，特別係呢個
Exposure 呢兩部機咧推介俾大家啦。咁今日咧我哋傾到呢度，咁或者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